冒天涯。告白书也是好重要，爱勿脚也是古话常推移。上海观音要强强团呀，让我本人开放强团呀。大西马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。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唔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中火，爱捉唔落叫水唔到，火风里事见来见人做，火风里事见来见人做。事情啊，知道。阿 V， 阿 V。你有没啊？你没有说再见就走，他急着要去哪里啊？谁知道哦？这小子一整天都阴阳怪气，问他什么好像人没听到一样。三郎最近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最近晚上啊，我做梦都做噩梦哦，一想到这个事情都担心的要命。放心啦，死不了的啦。听说子弹已经拿出来了，不过现在还在高雄住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哦，那我就可以回去睡一个好觉喽。哎呀，你回去呢，先吃一大碗公的猪脚面线压压惊，吃饱喝足之后啊，一定可以一觉到天亮的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2天啊，我是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你看，我都瘦了2公斤哦。好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好。哦。吸他一口哎，再瘦个3公斤也看不出来。走吧。等一下啦，富林，干嘛啦？既然你妈妈跟三龙都不在，那你可不可以，给我陈美丽的地址啊？你看，我要把这些信都寄给她啦。拜托啦，我答应她了啦。好，我找看看。去吧。哦，谢谢哦。那我载你回去啊。等一下。好，好喽。放下啦！哎呦，迄个可是当时要来做生理啦。我哪知啦？你家己不要敲电话问我阿母啊。啊，病院电话阁真歹敲啊！啊，阮遮的姊妹啊，讲要轮流去照顾三郎，啊，伊就是无爱啊。伊无爱嘛无法度啊。哎呦，富林嘛，我是咧想讲啊吼，反正店甲人拢嘛变变啊，啊无咱家己来开店，反正有你啊。安尼敢好？好啦，哎呦，总比阮遮的姊妹啊，逐工在遮客规矩念啊，较好啦。对嘛。哎呦，免考虑啊啦。当你是阮的少年头家呢，就算讲是甲阮遮的姊妹啊斗3工，嘛是去替恁母啊做代志啊。对啊。免考虑啊啦，你一定爱想啊。好啦好啦，开啦开嘛，我来做主啦。反正也毋是做困难的代志啊。你就对啊，你个咧洗澡打打你看看哦。哎呦，我硬起来啦，硬啦。美丽，我答应每天给你写一封信，因为你，我的内心产生巨大的转变。现在我看到小鸟在天空飞翔，鱼儿在水里游泳，都不愿把它们抓来杀掉果腹。我希望一切生命都能自由自在，
活在他们想活的地方。人们不该为了自己而伤害他们的生命，就如同人们不该为了满足色欲而把你关在黑暗的茶室里。美丽，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信了。欢迎欢迎欢迎，来这坐来这坐，来这边。所以阮头家娘会叫富林啦。哦，这个来这个，来这坐来这坐，大去来这个。今日遐牛奶拢无来啦。无小菜，即马是安怎啦？无够啊！系啊，啊，着几个工拢无做生意，无去补货啦。啊，这个时间是要台买啦。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！你紧走去山东仔遐吼，买一寡小菜回来。紧去紧去，拍手较紧的哦。你我回来咧，我会甲你笑命命咧。来啦，赢啦！你啦，靠啥？安尼啦。我互你某拍死啦！阮某我就是无咧惊伊咧。莫安尼啦，歹看啦。哦，我袂错，等我转来。哎，你想亏啦，歹看啦，歹看啦。啊，那你缀我啦，阮兜啦。哎啦，你先放手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今仔人莫插大声啦。糖到你嘛，糖到你嘛，糖到你嘛，糖到你。明仔载再过来。明仔载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糖到你咪啦，明仔载啦。好。你看你多个朋友遐尔啊粗鲁，你看，拢甲念到青眼花，你看啦。好啦，明天再搁带因来，甲你回信礼啦。等你哦。 1500块。啊，今日啉遮济哦，啊，先欠的啦。袂用哩啦，遐三龙无地，我拢毋敢做主啦。啊，就是知影家咧三龙无地的，毋才会来啉。莫安尼啦，先结束啦，谢谢啦。啊，恁头家娘都嘛有我欠，我来走。你袂用哩，这人去即摆也无收着，连工嘛收袂转来啦。好啦，我来处理啦。倒咧。阿母，你转来啊？你甲迄后斗迄拐仔甲行李摕落。我来。慢慢来，先去来。还有用的嘛？冇事啊。哎呦，莫来比喻好咧啦，佮上迄个样插先天你强要你摕做毋得行路啦。来。唔是啦，我请假落去做。哎呦，比你啦，比你啦，唔怕啦。好啦哟，我等下也上迄个你摕用啊咯，先去点样？痛啦！用到痛啦！阿碧啊，去摕椅仔来啦。伊呀。唔是啊，麻烦啦。哎呦，你还佮上迄个样，等于嘛行路咯。伊呀来啊！好阿碧啊，你嘛较拜托个，你尻川受伤，你叫我去摕迄个椅是要哪坐啦？摕迄个内底有一个床垫的，长的迄个啦。床垫啊！哎呦，来看咯，规矩同个面床搬出来好的啦。哎，迄行过门迄唔闹法啦，望下要上安做啦。哦，你的婚姻假实在有300。哎呦，看，点莫讲法啦，等下上去先给你摕伊啦。来，我好意啦。用扑个啊，扑个嘿。来，慢慢来。其他嘞？好啦，冇法度啊！来。阿母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太紧张了，你嘛。你再攞嚟啊！来啦，生意啊！来，哎呦！
我慢点。声音调到慢慢来吧。你怎么个难些？哦，一时来用都无啦。哦，同我讲话个，以后要试啦，就要搁好调个，结果一时用嘛无，哦，根本就好笑个嘛。可能吼药先推脱的啦。来啦，先食条粥吼，等下食药个让我上胃哈。来做嘛个喏，我有无团数啊团脚，还是啊要说男吃啦，人家个头前看的，我等下个妇女有点灭古灭怪啦。唔怕人来吃唔啦啦。哎呦，因人要安尼喏，讲都讲唔会通，夹甲稀啦。好啦，跟你慢慢来食啦哈。等下拿药过来哈。对啦，啥啰嗦嘞？啥小东西啊？娘的喏，你撞到鬼面床啦！看呐，讲我吃唔是无爱啦，暗暗讲做嘛喏。来啦，来，看药都到无啦哈？无啦，无事啦。你做嘛个喏？俺们喺伊头前看电，伊妇人家讲就讲唔会通呢。你点啦，啊你又有无骗人啊？我同意咪啊嘞啦，无那一家喙洗咩咯？生理虽然重要啦，敢要变养人哦，还那重要咩？来啦，睁开。医生咧有讲过啊，讲个冲刺吼，搁较深入公分啊，人家哈生人哦，是无法度行路哦。那唔会咧，莫咧乱讲好无咯？哦，够强啊啦！好啦。所以啊 ，y 等于 x 的平方啊，也是成立的啊。今天课就上到这里啊。最后，老师再提醒大家一下，下个礼拜5啊，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啊。当天啊，会发毕业纪念册。你们几个爱翘课的同学啊，哪天不要再翘课了啊！好好珍惜你们最后一天的高中生活啊！下课。阿屁，尿呀！你心情不好，我们带你去烤小鸟好不好？那游泳，那我们烤鸭蛋，我就做个烤鸭三吃给你吃。不要，我想回家。啊，矮迪啦！阿威爱的不是鸭蛋，他爱的是胡米耶。走啦，我们去阿婆槟榔摊买烟，走。什么阿婆槟榔摊？他喜欢的是冬梅，应该叫冬梅槟榔摊。我们走。我才不要去！我想哦，阿威一定是跟董伟吵架了。有什么好猜的？直接去问就好了。东伟不在哎，去问问看。阿婆3支烟。董伟冇來哦。俺这根本就是冇来。好可爱的小姑娘啊！多吃。阿婆，偏
要帮忙啊。哦，爱弟的爱弟的，你拄毛的老妹唱曲吼？你有冇点呢？我当然捌知啊，迄阿伟讲的啊。伊讲哦，宋柏友赢的错约的歌曲，歌有效哦。哦，真劲哦，有好就好嘞。阿发了，你不赖嘛？这么会把马子，随口都可以聊天哦。我哪有随口说啊？迄阿伟讲的啦。哎，对了，你姐姐董妹怎么啦？最近好像很少看到她哎。伊啊，过无闲哦，才约会，根本啊就冇时间参录卡嘅事情。有飞，约会，喊谁啊？同嗰只成功太好嘅哥哥啊，两个人啊感情鬼好。成功大学呢？哎呀，我看啊，阿伟这次是失联喽。怎么办？今日有某件事情我同阿仔讲啊嘛。冇事啊，走啦。哦，落去哦。走啦。喂，假使我错约嘅话，就来请爱啦。哈？来。哦，多谢哦，落去啊。张来了。好。看来看去啊，还是秋菊最可爱哎。哦，现在是要来处理阿威的事情，你还有心情在这边把妹哦？昨天晚上阿威养马一直在问我阿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牙咬狗嘛。白痴哦，兄弟当假的啊，当然是装作不知道啊。他这个人这么爱面子，以后啊谁都不许提董妹的事，知不知道？我觉得啊，还是他妹妹最好，越看越可爱哦。哎呀，你个太主狗，干穷哈，我本看死哦。落去啦。啊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哦。回这喽。慢慢行啊。哦，生意地位啦。你哦，是在那边很奇怪啦。生活都很忙，我记错咗，走。哎呦，生意地位啦。是啦。咱今行路拄个生火吼，天唔好了，要裂开啦。好啦，冇影的啦。哎呀，等下啦，蛮好啦。好来，慢慢啦。看，虽然讲还蛮好咩，要痛吼。冇听影的啦，你。哎，真啰嗦。哎呦，哎呀，今日哦，点样生意样？就休息了几日啦。啊，臭表表那可是你呀，啊，不过没有身边乡里面嘛，带朋友的事情啊，冇拿钱啊。妈的！啊！就晒晒钱冇，那就比这种事情，你在做嘛个点嘛哈？好嘞，你要签到，起码用错来帮我嘛。我呢？冇，你认真的签冇哈？有啊，我有签过的啊，啊，不过嘛个，咩冇签到啊？冇用啦。啊，家己嘛签到无？啊？冇签到诶。冇签到。少啦，你行出来。安他已经认签到，你面嘛个东西啊，请底下来好生难做啦。等到上海河一个，你底线通到无？好嘞啦，莫发气啦，等下上海要裂开哦。色点唔同啦，通讲我对上海话亲好呢。好啦，等下人说啦，我可能会晓你骂人嘛。做酒同讲哦，你点做唔得蒙人在装啦。唔可能，今年啊酒啉哦，千望那就做会做话啦。冇关系啦。嘛跟你冇关系，啊做生意哦就要赚钱咩？你还得付人家哦，
就无謹慎啦。哎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哦。阮老母是为着要照顾你呢，一顿来做干六交，这是恁兜的哦。夫人嘛，你家己去。我创啥爱入去？这是阮兜呢，我爱坐倒，你坐倒啦。是啦，这是恁兜啦，你欢喜要安怎就安怎啦，我是无才调好管啦。时到吼，你茫踮咧外口舞一寡有诶无诶哦，搁拜托我甲你切尻川哦，我就阿弥陀佛啦！你讲啥？好啊啦，夫人，你若一受伤，心情无好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啦。你讲安尼无大无小吼，我就叫你登山顶，甲你阿公做伙大哦。阿母，你为着这个查甫人要赶我走？哎，你这囡仔实在哦。你看，我依依要把这些信寄给他了。是嘞。今尾孙婿来嘛，用来新的无？含食来呢？喂，杜姐啊吼，细阿叔又来上班的啦。哦，我是嘛给新咯哈。我讲。爱少管。奇怪呢，我是嘛给咯哈。阿发头，挂好。哦，来嘞来嘞，来嘞。我妈跟侬，因呢？啊，因呢，妈，因呢，叫啦，因呢。无啦，也袂啦。啊？哦，因呢来嘞。迄嘛给先啊哈，嘛给啊，爱看。我唔嘛去死啊！可以啊咯。
感谢感谢。你可以啊，因呢，好，你可以啊。哎呀，唔可以走啦！哎呀，你走啦，你走啦！可以哈。哎呦，看啊，你该啰嗦呢，忙下事情你啦。嘛这东西啊，爱可以哈咩？冇啦冇哎，啦，挂好啦。冇啦。哎呦，你莫抢的啦！啊，你绑来绑去，先啊麻烦呢。今日大概就看下先系咪？嘿呀，给他打口行了口啊。咧。好啦好啦。买等一下，等看。哎，迄后摆装头针啊！吼，就甲人讲吼，莫来抢，好彩无白费。哎好，你今日跟主公主婆创业，抢爷啦吼，一定要保护后摆，做得靠到一个好的好教啦。后摆啊，马上来创业，抢主公主婆保护考上太好，对嘛啊？妈。奶奶哦，最近他准考证哦，去摆个一份重体群呢，啊，个个乡路哦，通讲改年呢。嘿哦吼，爷叔啊吼，考上太太经验了吼，妈妈同爷妈哦，去创业讲呢，买啥记唔得啦，好彩有唔提上啊。看我来。好。做得舒服也行。你呢？忙着嘞。去找阿母。阿母，忙着呢。李梦勇，妈。刚刚邮差叫你信。快，他在那边。啊！怎么是你们啊？啊！追住！快跟我走！啊！不要！别抢我了！不要！别抢我，拿管带走啊！你是坏人，不放回去！马咬我！白高粱，那我没跟你们算了，再吵两回。不要回去！不要回去！你弄！阿木！我不要回去！你弄！不要回去！你父母亲没有把你卖到妓女店，你应该下天下地了。原来你们都知道。走，走。哎，唔好搁上赌博的啦，你用要伫？就像佢讲的啊。哎，通讲啊，伊连问题恋爱呢，唔过唔用要伫啊。我前夜暗部迄深暝，摕拄骹看到，伊连伫咧安尼。啊，难怪打去安胎哦。哎，拿啦，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咩。以后啊，我们拄到一只更较好的姊妹，到时啊，咱就做得起安尼，好吗？也无个谈恋爱的啦。哎呦，做嘛安尼不点呢？也只叫唔到，叫咱我一只就好的啊。唔对啦，等看到自家中意的姊妹，煞文配因男嫩的，这种感觉几艰苦呢。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啦，反正联考不会多的，那就全部唔记得好好表一下，等下咱考上太好，去哪里环岛旅行，高比爽，好不好？啊？好啊。俺来好好表一下，过来去高一手，
高比赛。哎，唔错啊，做嘛？明年奥运爱环岛。唔许上去庙里请叫他咖喱吗？跟人家斯文了，失班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是我死，嘿嘿。哦，这太空海域哦，不是你靠冲，这叫你屠宰场啊！去那个担担面，你才去屠宰场嘞。哎呀，哎，吃猪尾啊！阿范，美丽被抓回来了。成功吗？用啊你啊！来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美丽，你怎么了？别哭了。真的谢谢你们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就是今天一早发生的事。不要这样！快叫来听！快叫来呀，烦嘛！像啦，哦，你妈吵吵闹闹啦，你有道理哈，唔可以做伊度啊。牛门甲两家有对应用的嘛？你就喺严重火魔开包裹的呢？这两只卡车嘛，暗夜做都唔敢哦。好对咯，无啊，你阿爸了多咯。那罚很多钱哦，你有记准了哦，是想我穿个落风的钱呐。唉，好了，你去管园啦。来听。环保就是环保啦，你还啦。没办法，美丽的父母早就把钱花光了，他们还不出钱来，只好卖美丽来抵债。就算还不出钱，也不能卖自己女儿啊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还是去报警好了，让警察来处理啦。没用的，三龙他已经向我呛瞎了，就算去报警，他也不怕啊。他兄弟可多着很，他们还会继续去找美丽，还有他家人的麻烦。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美丽被……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他父母还钱。他们这些人是有组织的，而各茶室妓女户之间都有联络。我们之前想的太单纯了，以为只要把人救出来就没事。现在美丽被看得死死的，我也没辙啊。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。我先走了。除非他父母还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讲就讲，唔爱谈。哎，唔客啦，是啦，这样。真紧哦，我被看死了。是唔客啦。丽丽，来啦，吃点东西。你这样不吃怎么可以呢？对起来咯，做嘛？你也在世界里嘛，打唔讲海无？我唔讲啦，你今日还唔吃咯？我就算用高，你们滚下去啦！我都看你眼镜，哎呦，用高呢？好，你这烦嘛，喝个啥嘛？你在世界里嘛，唔使海无？唔使哦，用棍打本事，咁唔使哦，打本事啊！唔使海无？唔使。好嘞，啦，莫打啦，高兴下就好啦。搁打下去，打错上又蛮做生意啦，人上的蛮好，啊，打到安泰哩，要上档时间用解释咯。啊，其他像信言汹涌啊，搞本来啦，然后来讲，莫客的啦。丽丽，来啦，来起来。小朋友，那是要新来的嘛？嘿呀，你还唔晓得想啦？你看，你大团呢，互相甲用甲啥，都死结了，终得结婚呀，你是了太的。还袂讲笑哦，为啥要行到来啥，让要很爱想呢？我呀，讲什么？我养条本意哦，还蛮开包的哦。哈哈。好。好啊，有閒啊，我唱歌啦。記得咯哈。加油好。記得咯哈。好。给我10支烟，然后跟1瓶汽水。你等一下哦，还有汽水。什么女孩？哈利白当来了哦。一起散言啊。哦，嗯。我瞧。法哥，等一下ให้照钱。哦。我瞧。
这信交给陈美丽啊！啊，快点啊！你不要再干傻事了。陈美丽现在不见得会理你。哎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当初不是说好要一起帮美丽的吗？现在她有困难，不是很应该协助她吗？你要怎么协助她？我们不就只能在这边说一些风凉话吗？不是吗？喂，你说这种话太过分了吧？陈美丽现在不需要人家安慰，她的心已经死了。我已经劝过她很多次，她只是一直哭着要去寻死，没有人的话她听得进去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带我去见她，你带我去见她。走。不可能呐！现在山弄跟保镖把她关在房里看得很紧，我妈怕她自杀，又派人24小时跟着她，连我要看她都不太容易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什么办法也没有，除非她爸爸还钱。先回去吧，我再找机会偷偷帮你把信交给他。丽丽呀，那你嘛帮帮忙，你3天没有吃东西了呢。再这样下去哦，你也要死啦！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你也说说看呐。让我死了吧。好。既然你这么想死啊，你就去死啦！我也不会拦你呀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莫给我死在店的哈，害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！你要死哦，去外面啊找个地方等死啦。反正啊，打你啊打也不怕啦，叫你吃物件你也唔吃啦。万一为了你哦闹出人命来，我嘛算袂好啦。你若要走吼，随你走啦。不过哈，你那爸还欠我5万块哦。既然你不想替他还，我就叫你妹妹来还啦。我有听说哈，你有一个妹妹啊，在读国中啦。我明天就叫人把她带过来，反正谁来还都一样啦。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，来带来希望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。
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鸟来碰。大强卡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鸟来碰。